女人脾虛就人就醜，常飲呢碗蘋果水，每日朝早堅持飲一碗，1個月後咧你就有意想唔到嘅驚喜嘅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呢個蘋果煲水嘅3種辯證搭配，睇下邊款適合你。咁第一咧就將呢個蘋果切成粒，咁啊搭配10克嘅紅糖一齊放喺個養生壺入邊煮滾佢，再煮中小火煲多佢10分鐘。咁啊適合呢啲脾虛啊、脷苔白膩啊、久坐咧個肚腩大啊，或者晚黑屙夜尿嘅呢啲女性朋友。咁第二咧就亦係將蘋果切粒，加適量嘅枸杞同埋5粒紅棗，再加5朵玫瑰花，一齊放喺個養生壺入邊煲佢20分鐘。咁佢咧就有疏肝解鬱、滋補肝腎嘅作用，適合嗰啲經常捱夜啊、皮膚蠟黃咁淡嘅人。咁第三咧就蘋果都係切粒，再加紅棗6粒一齊咧放喺呢個養生壺入邊煲佢30分鐘。咁啊佢有調理脾胃啦、滋補氣血嘅作用。咁啊適合呢啲脾胃虛弱、消化不良、氣血不足嘅朋友。大家記低未呢？